上主对阿伯兰讲：“你着离开本地本族老爸家，去我所要指示你的地。我要互你成做大国，我要赐福你，互你的名做大，你也要互人得到福气。祝福你的，我要赐福伊；祝咒诅你的，我要责罚伊。地上万国族要因为你得到福气。”第四节，阿伯兰照上主吩咐的话就去，路德也甲伊去。咱讲道请陈美玲牧师，伊的题目是“互人得到福气”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伫咱的圣诗611首，地主的人有幸福。这首诗歌是我上爱的台语圣诗，因为每一届在唱的时，无论迄当时的境遇是安怎，我拢感觉我非常非常的幸福。因为就亲像歌词所讲的，虽然行黑暗山谷，若缀耶稣的脚步，会得主甲咱带路。兄弟姊妹，你咧？你敢有感觉信耶稣是非常幸福的代志咧？如果你无比其他人较有钱、较健康、较有成就，但是因为耶稣，你较感觉你非常幸福的话，恭喜你甲世界真大多数的人比较起来，你是非常非常幸福的。因为根据伫2022年联合国因对全世界超过150个国家做一个幸福的统计，因根据遮个国家的 GPT 社会保障，也是社会支持、自由、社会慷慨程度，而遐做一个排名。咱的台湾伫150个国家内面排名第26名，甚至咱是东亚的国家，咱是排名第1名。所以咱比世界真大多数的国家来讲，咱是非常非常幸福的人。但是如果已经真做基督徒的你，无啥物幸福的感觉，甚至你感觉家己真无快乐，除了一寡现实环境的因素，亲像经济、工作压力，也是健康，这需要去调整以外，你嘛爱检验你家己的信仰，到底你的灵性是甚物款的状况？到底你甲耶稣的关系是甚物款的关系？当然，幸福无一个标准，亲像讲一个代志，有的人会感觉真幸福，但是有的人无啥物感受。也是当伫经历一件代志的时，有人会感觉讲哦，那遐尔啊痛苦，但是有的人感觉食苦当做伫食饱。毋过，当咱接受耶稣进入咱的心，咱就应该重新来定义幸福的安尼意义，因为咱拢知影，真正会当互咱幸福的来源是甚物。今仔日的经文对伫福有真好的解说，并且伊嘛突破一般人对福气的定义。譬如讲，华人的世界认为福禄寿也是五子登科，这就是福气。也是咱的定义讲啊，我得到统一发票，也是乐透，也是我摕到什物免费的这优待，这种的小确幸就是福气。但是这种的无烦无恼，啥物拢有，也是碰运气。看命运会安尼祝福，兼是上帝要互咱的祝福咧。咱来看今仔日这段经文的主角就是阿伯拉罕。伊原本叫做阿伯兰，但是上帝甲伊改名叫做阿伯拉罕。通常伫教会内面，咱会称呼阿伯拉罕是信心之父，信心的老爸。但是伊兼一开始就遐尔有信心咧。伫今仔日的经文，伊看起来真正是非常有信心。但是，伊嘛有信心，突然间降价的时阵，伫后来经文咱有看见，伊为着要保存家己的性命，伊出卖伊的太太，并且安尼错误是犯2届。但是伫了后的阿伯拉罕，伊互上帝称赞伊是有信心的人。为什么？因为伊愿意一步一步跟缀上帝的带领，接受上帝的操练。所以嘛，因为安尼，伊的信心哪来哪成长。但是上帝若要互一个人有信心，毋是应该互伊、供应伊、填满伊所有的需要吗？安尼，咱若啥物拢有的是，咱毋是较有信心吗？但是真奇怪的是，上帝伫上帝甲阿伯拉罕所讲的话内面，较毋是互伊、供应伊，反倒上帝是叫伊离开。上帝甲伊讲：“你着离开本地、本族、老爸家，去我所要指示你的地。”搁较奇怪的是，
上帝无清楚指示伊要安怎行，要去到倒位。所以对亚伯拉罕来讲，若听上帝的话去离开，就表示伫伊的头前是一个未知的未来。伫上帝的讲话内面，咱看见上帝爱伊离开3项，就是本地、本族、老爸的家。但是上帝为什么爱伊离开？兼讲亚伯拉罕留伫本地、本族、老爸的家，就袂当领受上帝的应允来成做大国，就袂当成做别人的祝福吗？兼讲上帝的气力伫亚伯拉罕的故乡就会受到限制，无法度显明，无能力，所以才需要叫亚伯拉罕离开伊的故乡吗？上帝爱亚伯拉罕离开，是爱亚伯拉罕脱离伊故乡迄种宗教的羁绊。伫亚伯拉罕的故乡施行拜月娘，并且因的宗教行为是非常无道德的。就是爱甲庙里的女祭司来发生迄个性的关系，所以伫遐尔败坏的一个处境，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离开，是爱伊行出一条属伫上帝的新的一条路。因为伊若继续留伫遐，真容易互当地的宗教同化，也是讲对败坏的事哪来哪麻痹，然后价值观、生活的态度就缀歹去行。所以，上帝爱亚伯拉罕，毋通糊里糊涂，嘛毋通因为习惯就去跟缀一个真空虚的宗教。上帝要互伊清心来经验迄位呼召伊的上帝，是真实佫有权能的上帝。另外，上帝爱伊离开本族，即个本族就是亲族、亲人的意思。这毋是讲爱伊切断甲所有亲人的关联，因咱看见。最后，亚伯拉罕离开的时，是带伊的侄仔路得，甲伊做伙离开故乡，所以表示伊关心伊的亲人。而且讲的离开亲族，是讲爱离开迄个传统的羁绊。咱中间真济，咱有家庭的传统真好，但是老实讲，有的传统嘛毋是遐尔好。若这歹的传统继续落去，咱的后一代伫耳濡目染的下面，真容易将即个歹的传统来继续传承落去。所以，上帝爱亚伯拉罕脱离迄个传统的包袱、传统的影响，爱伊伫上帝的心意内面，按照真理来起造新的文化。最后，上帝爱亚伯拉罕离开老爸的家，就是爱伊脱离生活习惯的瓦烂甲舒适的范围。对一寡人来讲，家是一个城堡，会当保护咱，互咱真安全。但是有当时即个家嘛有可能是一个人甲人考入去，互人无法度独立，互人感觉真约束，也是真痛苦。所以亚伯拉罕离开伊老爸家，才有可能互伊伫未来所要发生的代志、困难的内面。会当得到训练，会当得到成长甲突破。所以咱看见上帝互亚伯兰的这3个离开，真正是非常大的挑战，甚至是接近迄个残忍的地步。伫新约希伯来书第11章第8节有讲，对神亚伯拉罕受调的时，就顺命令出去，到将来要得到罪孽的地，伊出去毋知要去叨落。所以这甲咱讲，伊若接受上帝呼召离开，不但是爱断绝伊过去的一切，并且连伊的未来，伊嘛无一个方向。这个离开，敢真正是上帝的祝福呢？我想这就是真侪人毋敢接受呼召的原因。我讲的呼召，毋是讲去读神学院去做宣教师，才是叫做呼召。上帝呼召咱，毋是干那去读神学院尔。上帝呼召咱，爱咱伫咱的生活内面有好的见证，有好的影响力。但是有时阵安尼呼召，需要咱除去咱歹的迄个旧性，需要咱离开咱真熟悉的一切。遐尼多违反人性，遐尼大的无确定性，就会互咱怀疑讲，这到底是毋是上帝的祝福？但是当我去回想以色列人的历史，我就较会当明白，
亚伯拉罕的离开，甲上帝祝福这两项中间的关系。伫出埃及的时期，咱看见因为以色列人因无顺坦上帝，所以上帝处罚因伫旷野行40年。其实出埃及到伫迦南的安尼路程，根本无需要行40年。但是这40年，旧的一代过去，只有迄当时20岁以下少年的一代，才会当入去上帝应允的迦南地。上帝为什么遐尔残忍？因为上帝爱因伫旷野，将因伫埃及400年的迄个奴才性来磨掉。咱来想看觅，一个做奴才真久的人，伊敢知影安怎做主人？所以，即群人若真紧就入去迦南地，真有可能就成做迦南人的奴才。所以，上帝互因离开埃及，伫旷野40年，40年足久的呢。但是，上帝一路训练因，离开，互因学习成做上帝的囝儿。离开，嘛，互咱看见上帝接续落来的祝福。另外，上帝呼召耶利米出来做先知的时，嘛是安尼。上帝对耶利米讲：看，今仔日我设立你伫列邦列国的顶面，是为着要挖出、要拆毁、要败坏、要掐倒、要建立、要栽培。耶利米的工作就是去宣布上帝要审判的信息。但是，咱看见当以色列人伫受掠。你离开因的故乡，看起来是真悲惨的安尼一个期间。但是上帝讲安怎？上帝要起造因，上帝要栽培因，上帝要重新来换新。所以离开，互因学习顺坦。离开嘛是上帝要重新来起造因的开始。兄弟姊妹，上帝有当时啊，嘛想尽办法。要将咱带离开迄个真舒适的范围。伫即个过程中间，咱爱离开咱的习惯，咱的罪，迄一定真痛，嘛真无爽快。咱会感觉我毋是伫做家己。但是只要咱愿意顺坦上帝，离开就袂是一个结局，伊是一个开始，是咱要得到上帝祝福的开始。另外，咱伫亚伯拉罕的离开，咱嘛看见伊毋是盲目的，伊知影甲伊讲话即位上帝，甲伊四周围迄个世界生民是无共款的。虽然伊对上帝要毋是讲真捌，毋是讲认捌遐尔深，但是伊愿意将家己交互上帝，互上帝来安排伊头前的路。所以这嘛是甲咱中间，咱无共款信仰程度的兄弟姊妹，有一个真好的提醒，就是咱世界上无一个人会当讲伊信仰是捌透透的，因为咱是有限的人，咱绝对无法度来认捌即个无限的上帝。但是亲像亚伯拉罕，当伊愿意将家己交互即位上帝，迄当时伊要毋是遐尔认捌上帝，但是伊愿意将家己交互伊。伫找求的过程中间，怀疑嘛渐渐清明。搁来，上帝甲亚伯拉罕讲：“我要互你成做大国，我要赐福你，互你的名最大，你也要互人得到福气。祝福你的，我要祝福因；咒诅你的，我要责罚因。”看到这，我感觉上帝非常的幽默。亚伯拉罕才拄啊，互上帝呼召，叫伊离开故乡，是拄啊的代志哦。伊嘛毋知讲伊了后要去住伫倒位，上帝就讲要互伊成做大国。亚伯拉罕迄当时已经75岁，连一个囡仔嘛生袂出来，是要安怎有遐尼济子孙会当成做大国咧？伊不过是一个普通人，伊不过有一寡牛甲羊，但是上帝竟然讲要互伊互人尊敬，安尼上帝到底是咧讲啥物？上帝应允亚伯拉罕要成做大国，伫遮的大，毋是人数，毋是土地，毋是武力方面的大。上帝要互亚伯拉罕的大国，是起造伫上帝的国度。
即个国度是上帝所拣选的百姓造成的国度。即个国度内面的百姓有上帝的形象，愿意离开愿意去遵行上帝的话去行。但是真可惜，咱看见渐渐阿伯拉罕即个国度内面的百姓嘛是行往败坏，离开上帝。即咱对以色列的历史看会出来。但是阿伯拉罕的大国嘛有另外一种属灵的意义，就是咱遮信耶稣的人，咱嘛是阿伯拉罕国内面的一份子。伫加勒太书第3章29节有讲：恁若属基督，就做阿伯拉罕的后裔，照应允来做后裔。奇怪，咱遮的人毋是以色列人，咱嘛毋是伫古代的人，咱甲阿伯拉罕差遐尼远，为虾米咱会当做阿伯拉罕的后裔咧？咱甲伊有啥物款的关系咧？伫罗马书第4章16节到17节有讲，所以是对神通照恩典，要互应允坚固伫正后裔，毋那伫属律法的。属律法的，就是讲以色列人嘛伫属阿伯拉罕的神的，就是讲咱若因为信耶稣，咱嘛是属伫阿伯拉罕的神的即群人，所以即个应允嘛伫咱的身躯顶。所以咱看见耶稣基督拍破即个黑暗的限制，互咱遮毋是以色列人的人，会当因为相信来得到上帝互阿伯拉罕的即个永远的约，甲永远的应允。但是咱看圣经，上帝应允敢有真正实现呢？阿伯拉罕在生的时，是有几个子孙无毋对啦，是有一片会当徛起的土地无毋对啦。毋过，这甲上帝应允的大国、大名声差真远呢。上帝互阿伯拉罕的祝福敢有拍折？我伫思考即个问题时，我就对创世纪12章掀到25章来看阿伯拉罕伊伫回应上帝呼召了后，上帝是安怎祝福伊？当阿伯拉罕让互伊的侄仔路得，迄片有水源、适合养饲精生的迄个约旦平原的以后，咱看见上帝无互伊的产业因为土地缘故受到损伤，反倒伊虽然毋是经迄个真丰富的平原，但是伊的财产、伊的牛油哪来哪多。当阿伯拉罕听见伊的侄仔路得互人掠去，伊敢若带318人，318人毋是兵，是伊厝内的奴仆，伊厝内的壮丁，伊带这318个人就杀赢4个国家组成的军队。将路得甲伊的财产拢总救回来。上帝嘛伫伊100岁时，互伊一个后生以撒。伫伊年老为着囡仔婚姻伫遐烦恼的时，上帝嘛互伊一位忠心有智慧的奴仆，帮助以撒找着适合的查某囡仔来做太太。所以当我伫看12章到25章的时，我就知影上帝祝福无拍折。上帝互阿伯拉罕的祝福甲应允是分散伫伊生命所有的时刻。所以虽然阿伯拉罕伊活地时，伊无看见上帝应允伫遐实现，伊无看见一个大国，伊无看见真侪的子孙，但是伊体会到伫伊生命每一个重要的时刻，上帝拢甲伊同在，上帝拢帮助伊、提醒伊。上帝的同在赢过物质的祝福，这敢毋是上大的福气吗？所以兄弟姊妹，伫阿伯拉罕的故事内面，真侪大国有受人尊敬的名声，拢毋是上帝要互人上主要的祝福，甚至咱会当讲遐是次要的祝福，因为有上帝的同在，阿伯拉罕才有可能会当真做大国。才有可能互人尊敬，因为咱看，伫离开故乡的伊，虽然有财产，有一寡的牛甲羊，但是伊敢若是一个家庭，伊啥物拢无，哪有可能真做大国？伊哪有可能互人尊敬？所以，若毋是上帝同在，绝对袂有遮个代志。并且，咱嘛知影，
若无上帝同在，敢若想要靠人的道无来成就好名声、好工业，嘛是无可能的。因为若是一摆天灾，或是一摆意外，有可能就互咱徛袂起来。但是若有上帝同在，虽然伫灾难，虽然伫困窘的内面，咱的内心永远会有平安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做基督徒真久啊，但是你追求的方向敢有正确？你敢有可能用你一生、用尽你一生的时间，是伫遐追求遐次要的祝福？啊，上帝求你，予我身躯健康；上帝求你，予我工作顺利。咱拢是伫遐求遐次要的祝福，咱就袂记你真主要的祝福是啥？就是上帝的同在。所以，望讲咱会当调整咱的方向，重新来定义上帝的祝福是啥物。我相信，咱的每一日一定会活伫喜乐甲平安的内面。听起来，敢若即篇的讲道到这就要结束啊，但是要袂结束，因为基督徒的生命毋是停留伫领受祝福就好啊。上帝对亚伯拉罕讲：“你要互人得到福气，地上万族要因为你得到福气。”意思就是提醒咱，毋是咱得到福气就好，咱嘛爱将福气送互别人，互别人来得到福气。但是福气要安怎送咧？福气毋是讲咱会当用手摕，然后转送互别人的一种物件。所以要安怎互别人因为我来得到祝福咧？透过上帝差遣亚伯拉罕进入一个新的所在，就好亲像互咱的一个提醒。咱爱进入别人的生命甲因的内心，才有机会成做伊的祝福。我相信咱拢知，即个时代是一个真冷淡的时代，所以需要咱这基督徒对人付出道成肉体的关怀。什么叫做道成肉体的关怀？就是亲像耶稣。耶稣伊本来是上帝，但是伊道成肉体，伊毋是用神的形象，伊毋是用相对下的方式。耶稣真做甲咱共款是人的方式，来到咱的中间来帮助咱。伊用真侪时间甲人做伙，特别是社会阶级较低的人。所以耶稣伫2000年以来，伊继续产生迄个影响力。历代的人嘛，因为伊得到赦罪，得到永远祝福。所以第一项，咱是道成肉体的关怀，进入人的生命，进入人的心。另外，咱嘛会当用具体的方法来祝福伫生活顶面有需要的人，互人因为咱送出去的祝福，来谈到迄个主恩的滋味。但是上重要的，也是咱每一个基督徒拢会当去祝福人的，就是灵性的关怀。因为人类哪文明，咱的经济哪来哪发展，其实人的灵性哪来哪空虚。所以真侪人，因伫下班了后，因会去打坐，因会去禅修，因会去冥想，就是望用这方式，互家己会当安静落来。但是咱每一个基督徒，咱拢会晓啊，咱嘛拢知影的，就是祈祷，祈祷就是上好的方式。咱伫祈祷的时，嘛毋是空空伫遐想尔，咱祈祷是有对象的，并且咱嘛相信即个对象会听咱的祈祷。所以咱会当将耶稣介绍互咱的朋友，互因的性命嘛会当经历迄个医治甲换新。但是你可能会讲，我啥物拢无呢，我毋知安怎甲人分享呢。有一个老太太，伊每工拢爱掼2个水桶去抢水，但是其中有一个水桶就破空的，所以伊哪行即个水就哪流，等伊转去厝里，敢若剩半桶水。所以有人甲伊讲：“哎呀，你著换一个新的水桶就好嘛。”但是即个老太太带伊去行，去看伊每一工行过的路。哇！伊行过的路，路边拢开真侪真水的花。你看，我每一工流的水，互因得到润泽，互这花得到成长。兄弟姊妹，上帝已经祝福咱，咱毋是什么拢无的人，咱有上帝祝福。所以咱会当学习，亲像保罗所讲的，
愿咱的主耶稣基督的上帝，也是伊的爸，就是怜悯的爸，赏赐逐样安慰的上帝，得到懊恼。阮伫逐样患难中，伊安慰阮，要互阮对上帝所安慰阮的安慰，来安慰逐样患难中的人。上帝赏赐互咱安慰，就是要互咱去安慰伫患难中的人。所以，望咱透过阿伯拉罕伊的顺服，甲伊的回应，来操练咱家己的性命，互家己甲四周围的人，因为咱来得到上大的福气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主啊，感谢你赏赐阮遐尼大的福气，就是你来到即个世间，死伫十字架顶，成做阮的救主，互阮得到即个赦罪永远的福气。主也恳求你帮助阮，互阮会当勇敢将安尼福气嘛分享互四周围要袂认捌你的人，因为阮相信，阮接受遐尼大上大的福气了后，世间四周围的遮个人因还袂接受到，因要伫祈求迄个次要的祝福，所以递到因的心灵空虚。总是主，阮的心灵满足是因为你，就恳求你伫阮的中间帮助阮，互阮会当将安尼的福气带互四周围的人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